再来继续关心嘛，这个台中丰康牧场禽流感病死鸡啊、乌白蛋的后续的情形吼，即马来达罚115万啊。不过啊，敢若伫1月份啊，这可能有禽流感的这个鸡卵已经卖了7125台斤遮尔多咯，其中买上多是伫咧苗栗的一间商行，有4640台斤啊。所以即马要安怎呢？真侪店面啊，赶紧的来想看卖啊，当时进货。其中上有名像台中这间叫做业家的挂包啊，伊讲啊。这卖咧比别人较贵，因想讲互人客食较好诶，所以等进货，想袂到竟然是禽流感的鸡卵诶，赶紧诶，大家鸡卵啊拢收起来。卡卵落顶真水当当的两包，佮加控肉、咸菜、土豆腐、高丽挂包。这间伫咧台中丰原的业家风味挂包，才开半档，就正做当地人气的美食。店家开业的期间，叫两斤的鸡卵，大约200多粒。现在拄好，就是从验出禽流感阳性，丰康牧场的鸡卵。卫生局通知以后才知道，电话打来才知道。我们接到电话以后，当下就是立马停用，然后去对面全联买正常的生鲜鸡蛋。头家就赶紧换卵，讲当初会选择丰康牧场，嘛是看因有 SGS 的认证优先优次。想袂到说暗坎疫情，佮甲死鸡啊、乌白台和市府罚115万。那我们想要给消费者最好的，所以我们才会用他们的蛋。因为他们蛋比一般市售还要再贵20%左右吧。那这间挂包店的头家有使用丰康牧场的卵，这间文青风格的餐厅嘛有用到，佮有这间路桥冰果城嘛有。业者伫咧面册卖种业发声明，讲商品内底加拢是到丰康牧场进的卵，减的迄6粒是因一口罩4个人食去的，其他的拢无摕来做店里的商品。食到这的卵，身体无啥物状况，毋过心理的影响真大。卫生局追查，丰康牧场正月卖出7125台斤，台中的7间餐厅业者进240台斤，台北的农手市场进660台斤，台中的农会供销部160台斤，油价乐园320台斤，85个个人买的1105台斤，上最是苗栗的上元商行4640台斤。购买这个蛋的客户几乎都是附近的这个住家，也就是它是一个传统的蛋商哈。苗栗县卫生局追查，这间商行正月初1到25，平均2-3天就会到丰康牧场进一批鸡卵，拢总八解4640台斤，平均大概600台斤，2-3天就会卖了。商行嘛发声明，请大家莫惊吓，用鸡卵的时爱记得煮熟，无建议生食。嘛强调，若是伫咧正月20期间有买鸡卵的，拢会使退货退款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